嗱，最近一則消息就引發咗社會上面嘅關注，就佛山一家服裝企業嘅總經理捨棄咗8萬年薪，辭職離埋婚，長年到山上隱居修行啊嚇。咁啊，據傳而家咧喺呢個山上面咧有5000幾人，而大量嘅修行者咧都嚟自廣東嘅。佢哋點解會選擇呢一種生活方式呢？市民對此又有咩睇法呢？睇片再講。佛山一個服裝企業嘅高管劉某為咗定居無草屋，日日都食素，幾乎唔沖涼。而社會上面亦都不時咁傳出政府高官、商界富豪離開燈紅酒綠嘅繁華都市，上終南山修行。咁隱居同埋修行究竟係點樣一回事呢？形式吧，還有高雅的那種彈琴啊，那些隱居就是，如果我理解的話，就是在去那種。就是山裏啊，特別偏僻的地方，在那裏面生活，是比較休閒的一個什麼生活方式是嗎？記者隨機採訪咗一啲市民，大家對隱居都有住各自嘅想像同埋評價。那個老總他都沒有錢都會去哈，他可能也是一種前段時間他們也估計會很累的，有一些事業做到一定程度，思想會轉變。現在還年輕啊。等我到了一定年齡，我也會選擇這樣退休了，就基本上可以。就是結了婚，然後自己的孩子長大了之後，我覺得我自己就可以選擇那種生活。如果讓你隱居在山上1個月，天天不洗澡，你可以接受嗎？天天不洗澡，我接受不了。咁終南山上面呢啲隱士點解對隱居同埋修行有咁樣嘅一份執着呢？記者電話連線揾到咗終南山終南草堂嘅堂主張建峰。因為我之前是在做平面媒體，就像一些雜誌、報刊這一類的。幾年以前，我曾經寫東西，我對文字那種想象跟熱情就消減了，然後自己也比較困惑，也不知道該追求什麼。看看別人追求的都是一樣的東西，然後我又不滿足於這個東西。一次機緣巧合，張建峰見到咗美國漢學家描寫終南山隱士生活嘅空谷幽蘭之後，慕名嚟到咗終南山，發現呢度有好多拋棄世俗而上山隱居嘅人，大家都生活喺簡陋嘅房屋入邊，過住自給自足嘅生活。生活方式不一樣，比如說在山裏邊環境所造成的這種相對封閉閉塞的環境，電是沒有的，電器沒有，信息沒有，比如說廣播電視網絡，也沒有過多的交往，每天圍繞的生活就是吃飯和睡覺，另一個呢就是讀書。張建峰話：佢每個月都有一半嘅時間喺山上邊，亦都唔係真正意義上嘅與世隔絕。山上嘅寺廟同埋道觀都好少，隱士基本上係住喺山洞同埋茅屋入邊，亦都有農民嘅一啲房屋出租出嚟，或者係租村入邊嘅荒地起茅屋、種樹、種藥材。積累了大量財富的人，這樣呢有一定的比例，我覺得會相對來說越來越多。那很多東西擁有多了以後呢，反倒會覺得索然無趣。物質上極大豐富以後呢，它上升一層思考。而對於終南山上邊有5000幾隱士嘅呢個數字預計，張建峰認為誇張啦。這個數字是比爾福特先生粗略預計的，實際上很不準確，肯定沒有這麼多人，這麼多人，這個山林也會遭到毀壞。這個數字呢是一個誤差。之前辭去8萬年薪嘅劉某，佢嘅老細為佢喺廣東增城嘅茂峰山投資100幾萬修建咗一個修行之地，但係佢覺得茂峰山嘅氣場唔夠。張建峰就話：好多人修行都偏愛終南山，因為呢度就係修行嘅最高學府。然而佢認為，如果願意，其實喺邊度都可以修行。隱居其實不應該得到鼓勵，特別是到終南山來隱居是不應該鼓勵的，因為對山對自然太陌生了。不知道野外生存需要什麼樣的基礎，在終南山每年基本要發生1、2起這種毒蘑菇中毒事件。然而社會學家就認為隱居更加似係一種養生行為。但是這個群體我相信不會有太大，不會太多，因為畢竟你要有生活來源。你說終南山，那麼到那裡去，它有沒有那麼一個地方給你隱居？那麼你要如果是租的農民房，多少肯定還是跟某個社會有點交集。嗱，其實每個人咧都有自己追求生活嘅方式。我哋唔係呢位總經理，所以我哋都好難了解得到底佢諗緊啲乜嘢，亦都唔知道到底點樣嘅生活對佢先至係好。但係古語有云：小隱於野，大隱於市。無論選擇上山修行，又或者隱於鬧市啊，只要係適合自己嘅方式，又唔騷擾到人哋，我哋亦都冇必要過多去打攪人哋啊，係咪？